建造業嘅碳排放範圍究竟有幾大呢？由起樓、建橋到各種嘅土木工程，佢哋嘅碳排放來源非常之廣泛，橫跨晒成個供應鏈。當中每個活動到底應該要計落去邊個範疇呢？大家唔使擔心，我哋會從範疇1到範疇3提供一啲建造業常見嘅例子，等大家可以參考，而且更容易明白同收集相關嘅數據。記住，每間公司嘅業務範圍都有啲唔同，最終都係要根據翻自己嘅營運實際情況去收集翻數據。分類12，銷售產品報廢嘅處理，即係你起嘅樓幾十年後要拆除，當中混凝土打碎、鋼筋回收呢啲過程產生嘅排放，雖然係未來嘅發生，但依家就已經要開始考慮。